弟兄姊妹平安，我哋今日會透過至高尊貴的你呢一首詩歌嚟進行靈修嘅。讓我哋喺開始靈修之前，先有一段安靜自己嘅時間啦。讚美你，至聖的主，滿有聖潔公義。我仰望你，謙卑跪拜，因你極偉大和榮耀。我敬拜你，聖潔的主，願你的榮光耀遍地。我渴慕你光輝榮美，願國度權柄也都歸你。盡領山川述說主的大愛，大海呼叫澎湃，也為你喝彩，唯獨你昔在永在，君尊屬你，萬國屈膝讚頌，至高尊貴的你。呢一首詩歌至高尊貴的你，其實呼應住腓立比書第2章9至11節經文係咁講嘅。所以神將他升為至高，又賜給他那超乎萬名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穌的名無不屈膝，無不口稱耶穌基督為主，使榮耀歸於父神。主耶穌被升為至高，就在於佢甘願先謙卑同埋捨己。喺我哋身處呢一個世代，自我成日都被高舉，人會渴望滿足自己，證明自己，為自己爭取更加多。不過詩歌提到，我讚美你至聖的主，同埋我敬拜你聖潔的主，就係呼應住經文入面講口稱耶穌基督為主，係講緊讓主耶穌喺我哋嘅身上掌權同埋作主，亦即係話我哋願意效法佢謙卑破碎自己同埋捨己嘅生命樣式。尤其喺我哋回應神嘅呼召嘅時候，我哋可能會經歷到張力嘅。一方面我哋被呼召用生命去影響生命，不過另一方面我哋喺發揮影響力、感染力嘅同時，我哋就更加要持守最單純侍奉嘅心志，去活出全然信服嘅生命。世界總係鼓吹我哋升高，不過呢一種升高往往反映喺人與人之間嘅競爭同埋比較裏面。甚至有時連我哋去愛都會變為帶住抬高自己，又或者計較回報嘅心態。其實問題唔係在於升高本身，而係效法基督嘅信徒嘅升高，唔係建基於踩低別人。相反係當我哋企得更高，
就更加要學習放下身段，去伸手扶持人哋一把。詩歌嘅副歌就描繪咗成個受造嘅世界都降服喺主耶穌面前嘅畫面，同經文入面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穌的名無不屈膝，正好呼應住，就帶出咗萬有都喺主耶穌嘅掌權之下，主耶穌已經勝過並且超越一切。因此當我哋效法主耶穌去選擇放下自己嘅時候，其實唔使驚付出咗會被忽視，又或者付出咗會係失去，因為我哋相信掌管萬有嘅主必定會按佢嘅心意成就最美好嘅結果。讓我哋都有一段思想同埋禱告嘅時間。今日嘅詩歌就係提醒我哋活出由主耶穌喺我哋身上掌權作主嘅生命，係展現於我哋願意效法主耶穌嘅謙卑同埋捨己。讓我哋都去回顧嗰啲我哋有機會企得更高嘅時候，我哋喺當中會唔會只係渴望自己被看見，又或者被肯定呢？我哋又係咪願意喺嗰啲時刻走得更低，去扶持其他人呢？讓我哋一同唱詩歌，至高尊貴的你。我讚美你，至聖的主，滿有聖潔公義。我仰望你，謙卑跪拜，因你極偉大和榮耀。我敬拜你，聖潔的主。願你的榮光耀遍地，我渴慕你光輝榮美，願國度權柄也都歸你，盡領山川述說主的大愛。
最後，我哋一同祈禱。親愛嘅主耶穌，我哋敬拜讚美你，謙卑咁樣承認你係掌管我哋生命嘅主，祈求你幫助我哋睇見自己生命入面嗰啲仍然高舉自己嘅地方，並且學習更多嘅放下自己，以致我哋懷住單純嘅心去侍奉你同埋去服侍人，榮耀你嘅名。阿門。